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你嘅溫哥華地產經紀 Catherine，歡迎收睇住好啲1分鐘筍盤推介。今日帶大家嚟到 Coquitlam 嘅 Burke Mountain，由知名發展商 Polygon 興建嘅一間3層 townhouse 單位。單位樓齡12年，實用面積1327尺，3間房2個洗手間，空間實用，設計亦都四四方方。開放式嘅廚房，仲有不鏽鋼嘅電器。主人房係套廁，3間房都好闊落，由一手業主住到而家，保養非常好。車房呢就前後車位，門口呢都仲可以泊到一架車，泊車呢就非常方便。單位前後呢有私人花園，亦都有露台，適合一啲家庭生活。周圍嘅住戶呢以家庭為主，附近學校、公園、行山徑同埋交通生活都非常齊備。而家售價呢就998000，管理費呢351蚊。如果你對呢個單位有興趣，或者想揾一個買家 agent 幫你睇清楚啲 strata document 呢，做下談判，做下估價，歡迎聯絡我 Catherine，電話係60444544804。